史以来高雄遇到最大的台风。在47年前，牧师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塞诺玛台风，吹到整个高雄。那个时候高雄真的是满目疮痍，因为大家根本没有预料说突然间塞诺玛台风会转向，转向，而且又直接从海港吹进来，所以很多那个货柜、钓竿都全部倒下。感谢主，这一次虽然又创新高不过我们看到高雄呢，他们有防备所以虽然有一些受损难免，但是还不是最严重，反倒是隔2天在北部哇发生豪雨，很多地方都淹水了。真的，我们台南要感谢主，因为真的是大家一切平安。我们也不能去测度说到底为什么台风不吹到台南来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我们就要感谢就对我们要分享主的话语，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个天气恢复晴朗的主日，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一起感恩。我们确信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特别是经历了这一次高雄、台南差异那么大的台风。主当我们降服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就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也要透过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愿神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我们参加敬拜我们分享了这个主题的第一部分，叫做基督徒的自我形象。那也许有些人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基督徒，你可能一直都持续参加礼拜，你也参加各种聚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你是属神的儿女。就像刚刚我们三林小组所唱的这首诗歌，圣经告诉你，你是神的孩子。当你有自我这样的确信，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境界才能够提高，从属人的性质移到属神的。那我们跟一般的世人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两样，2个眼睛1个鼻子，但是我们的差异是在于那个属灵的世界的差异。那需要基督徒去时时提醒，时时去跟神连结，才能得到这个从天上来这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今天透过这2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副题副题就是移植属神的思想。等一下经文会再跟大家一起学习基督徒跟属灵的世界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第一阶段要学习的，一起讨论的。刚刚我们就提起了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分享了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自我的形象。自我的形象就是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是有被神所印记的儿女。这个印记没有说像以前被人家用那个什么刺青把你刻在哪一个地方。以前这个 tattoo 这个记号在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因为那个是很明显的标志。但基督徒明显的标志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复习了2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箴言所看到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因为心所有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意念。换句话说，基督徒跟别人差别就是在你的心跟你的意念、你的思想。所以我们也提醒，有一句格言，他说：小心你的思想，因为思想会形成你的话语，话语会形成你的行为，行为会成为你的习惯，习惯会变成你的个性、性格，然后性格会影响、决定你的命运。那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些程序流程，但是基督徒怎么样跟这个思想、属神的思想连接，是今天我们一起要学习的。首先，我们要确认，上帝掌管这个属灵的世界。人
因为看不见，人因为没有抓不着，所以请记得，我们是被神的属灵世界所掌管，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以赛亚书55章，他这样说：上主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这一句话开场白，我们很容易理解。换句话说，我夏牧师啊，跟你哪位弟兄、哪位姐妹，我们两个人思想可能不一样，我的意念可能不一样，但是某些部分我们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一起觉得我们很爱主，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敬拜神，这个意念就一样了。但是神的意念跟我们不一样，它差异在哪边？是更高的部分，更高的部分。因为第2段经文他说：“正如天高过地，上主的道路高过人类的道路。”天高过地，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这个差距的啦。好，用这个来描述我们最清楚。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说，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就像天一样，人就像地，差距那么大，你怎么样有这个幸福，有这个恩典，有这个祝福，说我们能够跟像天一样高的上帝的道路跟意念连接，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彼此互相的提醒，说人类需要向全能全知的上帝祈求跟引领。意思是说，这个像天一样的高的意念跟道路，你不是自己爬上去的，你是要求，你是要恳求，才能走在上帝的道路跟意念。所以诗篇81篇第10节这一句经文大家很熟会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预备来，你要，我就给你充满。这句话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但是神把这样的祝福放在我们身上，但是你要不要张口？要大大的，不只是张口，是大大的张口，我要给你充满。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已经做阿公阿嬷，但是大部分都是父母还在带小孩了还在带小孩我们如果碰到小孩要吃3餐的时候，如果他胃口很好我们拿一只小汤匙舀了吃的东西到他嘴边，他就张口了你会很高兴说哇，这个囡仔真好吃呢如果老是闭嘴不要，你会觉得说很头痛，因为不知道他是不好吃呢，味道不好呢，还是没胃口，也许可能有生病的不一样。我们看到这影片上呢，在记录那个母鸟去衔的那个昆虫一些谷物要给小鸟吃的时候，在窝里面那些还没长出全部的毛的那个小鸟嘴巴张得大大哇，那个张口大到我们觉得说怎么那么夸张那个嘴巴几乎一个头那么大，但是就是急着要吃母鸟夹给他的东西。那这个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属灵的世界的神连接，就是要大大张口，勇敢的开口，勇敢的大大的祈求，因为我们人毕竟就是不在这个属灵世界的一个连结，你没有力量，是张口让神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因为人类受属灵世界第4度空间的支配了，第4度空间支配，因为这个是超越人类经验的时间、空间跟物质超越的，叫做属灵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第4度空间。第4度空间等于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存在。但是不要用灵意来解释这件事情，那是神特别恩典，特别是让基督徒有这样的祝福。但你说，这个第4度空间是不是只有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呢？也不是，因为同样第4度空间也有邪灵，也有空中的掌权者，一个恶者在攻击在引诱你。就像上礼拜我们一起分享说你有一些这个属世的文化是被影响的，是被干扰的，是被污染的。那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是医生，你是工程师，你是老师，你是专门在动头脑的，你会发现说，怎么有时候
我灵感来了，哇，一大堆创意就来了，对不对？啊，这个创意到底叫什么？不是在哪一个地方，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很像第四空间给你的智慧。圣灵就是提供这个智慧的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说，啊，明明大家都在吃苹果，那就奇怪，就光牛顿他知道说苹果掉到他头上，他会发现地心引力。那这个地心引力，神老早就创造了，存在那边，啊，只是人还没有发现。但是牛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好，这一种属灵的感觉去领悟到，而且他还是找出证据呀，找出理论，对不对？哎，变成哇，这个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弟兄姐妹，你承认有第四度空间，你承认有属灵世界，但是它跟你是不是完全无关？你也摸不着、猜不透，没有办法接触到它，没有。我们是实时存在的，是实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解说：就人类同时活在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世界，啊，物质的世界看见的所有的，但是还有第四度空间，我们是双重的身份。我们也可以说，上帝的灵，他说，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向这个人吹了一口灵气，那个气就是跟属灵世界连接的一个管道。我们不会说动物、植物，或是哪一个鸟类，或是哪一个鱼，它有第四度空间的概念。也许它有那个 sense， 比如说，嘿，那个候鸟好厉害，每一年都飞到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去产卵。鲑鱼它会一直爬，一直游到那个溪流的最上游，在那边产卵。神给它一个特别的记号，它自己会这样做，但是没有像人类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创造人是因为让我们有第四度空间、第三度空间的一个概念。啊，我们用那个 AI 的绘图看看，这个是3D 的世界啊，这个展示。但是第四度空间可以用这样来描述啦，就是说，在3度空间的外围有那么多的概念在里面，但是你到底是属于二者的、邪灵的、空中掌权的，跟上帝敌对的力量呢，还是被神所掌管？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而且最敏锐的部分。那我们一起要来追求这个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我是被神的思想所掌管的，是领受神的思想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第四度空间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创造、有治理跟改变3度空间的世界，大有能力。就像许多的科学家，就像许多的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们从4度空间找到了那个原理，找到那个上帝创造的一个奇妙所以就像很多科学家，他很谦卑，他说：“我发现了这个原理，我发明了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在一片充满了贝壳的沙滩当中，我捡到了一块，捡到了其中的一样，感觉很宝贝，把它拿起来而已。”越认识神的科学家或是这些发明家，他们越谦卑，因为他知道整个宇宙那个奇妙，人只是一个渺小的部分，还没有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当我们跟第四度空间的神连接的时候，它就是产生了极大我们人没有办法发现或是预测的力量。所以能够描述第四度空间，在圣经里面这段话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解说。弟兄姐妹，圣经的创世纪1章2节，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这个世界还没形成的时候，那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一个渊面黑暗的世界。但请记得，是圣灵掌管的这个混沌的世界。因为它在上面运行，然后在这个原来还有3度空间，但是圣灵改变了它，创造了这个有秩序的世界，有一个世纪运转的世界。就像这个图的描述渊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但是圣灵同在的时候，它就变成把这个新世界创造了出来。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强大的力量不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属灵的世界在掌管它。就像台风怎么走，气候怎么走，看来是大自然运转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他的掌管者是我们的神。耶稣为什么他能够平静风浪？是因为一切的大自然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部分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渴慕的，就是神啊，将你第四的空间这个美好属灵世界，你的美好的思想，我要接受它，移除我原先旧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或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思想。所以这个叫做移植属神思想，来逆转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座年轻人很多对我们所谓的硬体、软体很理解包括我们的3C 用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构成人类的硬体就是灵魂跟肉体，但是能够驱动硬体的最重要的软体是思想，是这个思想。这思想好坏、正不正确，就好像这个软体，好不好用，能不能用，相不相容，那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这个整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属身体这个肉体，包括我们的思想被神所驾驭的时候，他的能力就不只是存在我们个人一种个别的能力，而是神运行在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座很多人对这个 iPhone 这个手机很习惯用，当他出了新的一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人就发现说糟糕，我这个旧版的手机，我说旧型号的手机，已经差了好几代了，他已经不接受，没办法接受他所提出来的新的这个软体运作的软体了，那你只好当成一般的简单的手机来用，但是你就不能跟这个最先进的这个资料来相容了。所以基督徒，你这样理解你知道说，我这个有限的身体，我有限的空间，能跟神连接，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找一个印证，就是主祷文。刚刚我们读了主祷文，我们其中一段话很重要，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神的旨意在地上运行，其实它在天上已经形成了，不是说突然间上帝一个临时的构想，是因为神在天上已经计划好了、规划好了，然后在地上。所以我们地上呈现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心怀意念已经在天上成就了，所以才会在地上达成。我们从这个创世纪1章2节所说的一个圣灵运转，让这个世界成型。我们从主祷文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就看见神已经把他的旨意、他的意念、他的道路已经规划好。当我们跟这个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摸索了，我们就不再迷惘了，我们就不再走错路了。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幸福在这里。所以当你掌握这个点，你才发现，我当这个基督徒真的是太宝贵、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这样教导我们。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8章，他说人类有属肉体的和属灵的思想，强调信徒应当以属灵的思想来过日，而不是属肉体的思想。这段话刚刚我们一起读了，我再复习一次。他说：“因为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顺服圣灵的人，意向于圣灵的事。”你看，服从本性就是我想什么就想什么，我要做什么就按照我的 kimoji 嘛，按照我的一个属肉体的嘛。但是说我体贴圣灵，我顺服圣灵，就会做圣灵的事。那问题说，你这个选择到底差异在哪边？你爱这个爱那个，差在哪里？第6节给我们回答说，意向于本性就是死，就一个到最后没有结局的，没有平安的，没有幸福的，没有生命的。但是意向于圣灵，他说就有生命和平安。他在解释说，所以意向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哦。竟然是跟上帝为敌，就是你只关注于肉体，关注于自己属世的，竟然是上帝为敌，因为他不顺从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这句话很有意思，说也不能顺的意思是根本不相容啊。我们玩手机或是电脑3C的人都知道，如果你的手机要跟这个软体不相容，
那会产生很大的困难，你根本就不能动，或者说不能好好运作。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防毒软体啦，或是我们有很多什么骇客会入侵到你的手机跟电脑，都是因为它要干扰你原先的运作。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电脑知识，你就更能够清楚认证说，糟糕，我的整个肉体，我的意向本性的，都是被那些无论是恶意软体或是不好的软体掌握。那我就根本不能好好的运作，甚至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资料的储存呢。那第8节说，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欢，跟上帝为敌，得不到上帝的喜欢，那就是我们时时在警惕的第9节。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这句话，当我们心悦诚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原来我自己很硬啦，我自己自作主张啦，我自己随便乱想的啦，我自己按照想法了。你有一个那么好的软体在运作，你就不要。去拿那个什么二手的，或是拿那个根本就是阳春的，或是山寨的，根本就操作不顺，对不对？原厂的、原版的你不要。换句话说，基督徒都存在这个属世跟属灵的世界。当你偏向属世，你就会发现这个属灵世界进不到你里面。但是当我们诚心诚意的说：是的，圣灵啊，请你带领我、引导我，他就不受本性逼迫。所以人一直活在一个起起伏伏当中，我们时时要警醒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他最后一句话说：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没有圣灵，没有基督，那你是一个空壳子啦。你是一个不能用的手机啦 ，iPhone 可能是只有6、7那个型号啦。那基督徒，如果你天天参加每个礼拜参加聚会给人家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完全不靠这个圣灵的软体运作，那你根本就是一个空壳的，对不对？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没有能力彰显出上帝能量的这个基督徒，那是非常可惜的。那我们要从2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要排除一些我们人最常遇到的这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肉体的软弱，像排毒一样，很像软体来把我们一些不好的电脑、手机里面的软体一些染毒的把它除掉，就是用上帝的方法移除负面的思想。牧师没有时间来完整解说，但是我提这个主题大家都很清楚，有这些方面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一个，我们常会遇到有内心的不安，什么不安？是环境带来的不安，可能是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家庭环境会一种焦虑我们说 anxiety 那一种，就感觉就不能安稳就不知道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一种。尤其罪，当你犯了罪，你做了不该做的事，你会发生你的身心灵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靠神的力量来移除。第二个，有孤独的内心，有的人特别是现在大家沉迷在网络3C世界，有时候你不容易跟人家有人际的沟通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有社恐，社恐的意思是说，我跟人家这样子坦诚说话分享，会觉得有焦虑，所以连口关在我自己的世界。那这个有时候会以自我为中心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只想到自己，那是一个很负面的思想。第3种是犹豫不决的心怀恶意。那有时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选择性的困难，那倒是也罢。但是问题是，当你很多事情被绑住，没有办法做决定，特别是当我要不要接受神，还是心怀恶意、优柔寡断，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进程第4个，容易愤怒的心。我们人常常会被一些恶意的或是不好的意念所掌管，所以常常能够发脾气。
发脾气、动怒。那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说，箴言19章11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那容易愤怒的心，我们当然有时候要靠修养啦，或是靠一些排除一些不要的干扰，这个是人的一个努力，没错。但是记得有神的恩典跟爱在你里面的时候，有些事情你看，原来觉得暴跳如雷的事，你会觉得说啊，看开了，因为从神的思想会觉得这个没什么。也许受了委屈，又是人给你一些不好的一个意念，你都可以一笑置之。就像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他说：当你遇见紧急的事情先不要处理事情，先处理你的心情。我们都会遇到，比如像台风来了，哇，一下乱七八糟了，你会很焦虑、很困难啊，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但是发现你心要静下来，要怎么处理？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位金山的一个先生急着要去清水沟，没想到哇，被一块大石已经垮下来压住了，还好被救出来。有时候要看这个危险性，你不是急着要去处理，处理完了遇到更大的困难。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比较属于负面的部分，我们要求神将这个不好的部分移除。还有一个，牧师要做一个故事来做介绍，就是挫折的心。我们人在一生当中，有时候挫折难免会发生，有时候是一连串的挫折，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不怕失败的心，有一个自我的形象。因为你如果负面的心态，会觉得那我到底是时运不济啦，那没有贵人帮助啦，那我就是宁可是活在一个贫穷的世界，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但是有人就觉得说，我不放弃，我要努力。我们都知道，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肯德基炸鸡的故事因为这个肯德基爷爷的故事，蛮那个感动人的这个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叫做哈伦德·桑德斯啦哇，如果说也检视他的一生他一生等于是从出生到老都是不顺利一连串的，不是一两件是一连串的。因为他从小时候，他的爸爸就车祸过世，妈妈忙着去做工作，来赚钱来养这个家，他的孩子。桑德斯是老大，不得已这小孩子都要学会在家里面煮东西给孩子、给弟弟妹妹吃没想到因为这样子触发了他一个有关烹饪方面的恩典恩赐。哇，小孩子的时候就会做了20-20项的食物，邻居都说哇，这个天分很好这个人以后如果做餐饮一定非常成功。他是从小就被这个激励到了，对不对？他就真的想要从餐饮方面去努力，但是因为身世很坎坷了，妈妈后来改嫁，但是那个继父对他常常霸凌他、打他，他觉得受不了这个家庭，就很早青少年就离开了，想要自己创业。那40岁开始建餐厅，要做生意，本来做的还不错，突然间卷入了一个法律的纠纷，只好把家产卖掉，把那些餐厅的设备便宜卖掉，二手卖掉。那个时候还浑浑噩噩，根本没办法翻身就对了。直到60岁，他又遇到了欠债破产，因为一生劳碌没有成果，你看一个人被消磨掉，所以已经身心俱疲就冲击大到根本身体看不住了，就住院疗养。因为受到影响刺激了，所以在医院疗养也睡不着，所以翻来覆去。一天早上，他听到一个歌声很好听，他觉得，哎呀，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因为他也不是说重病嘛，所以他就偷偷的从病床下来，循着歌声去听，说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呢？怎么那么好听呢？那
走，声音越来越大，原来是一间教堂，有人在早祷，一位姐妹很像天使在唱歌一样，唱出一首诗歌。当她听到这首诗歌的旋律，知道这个歌词的时候，她整个人就痛哭流涕，痛哭悔改。这首诗歌是什么呢？这首诗歌，如果是传统的长老会的基督徒，你就知道，在圣诗612首。天古后派，变化不定。华语的是说，任何环境不要惊慌。我们要请我们的瑞玲姐啊，轻轻的把这首歌弹出来。如果你听得懂，就知道你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了哈。没关系，继续弹哈。那听到这首歌，他整个人震撼呐、痛哭。因为知道说任何境遇他没办法去掌握，但是上帝在照顾你啊，你不要惊慌。从那个时候他决志说：神啊，我不要自己乱冲乱撞，以为靠自己的才能或是自己的那个智慧能够突破闯破啊，所以他就决志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就是个很多人基督徒哈，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唱这首诗歌，因为知道在第四度空间有一位神眷顾着我们，我们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好，这个故事呢，后来怎么样呢？他66岁，带着他所研发的烤鸡的秘方，他自己已经破产了，没钱了，他倒是找金主了。拜托你啊，你要不要接受啊？这个有钱人支持他来创业，没有人拒绝，没有人再接受。你看他多努力啊，试了1000次。他说我只有这个能力我有，我要试1000次，直到1009次，有一位金主接受他，才出现转机。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肯德基的招牌哈，不是年轻的小姐，或是年轻的帅哥，就是一位这个老阿伯，好穿白的那个西装挂一个黑色的那个球这样子，这肯德基爷爷，因为他直到88岁，高龄的桑德斯应用他的意志力、努力、神的恩典，终于打响这个名号。所以呢，后来呢，他研发及留下的独家秘方，就成为现在肯德基炸鸡。在我们东门路那边就有一间成为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啦。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肯德基不是这个老爷爷的家人在掌管，因为已经赚钱就被卖掉了哈。我听说好像是百事可乐。是他的老板哈，因为你去吃肯德基要配百事可乐，然后去麦当劳要配可口可乐哈，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大财团呐，但是他的秘方，他的品牌，我们在肯德基外面看到一个老爷爷哈，一个老阿公那个形象还一直在，就纪念这位创始者。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说，是说，这位不屈不挠、不被这一种这个失败所打败的挫折的心，也是我们需要去除的。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记得肯德基爷爷借由这首诗歌，完全的改变。后来这个是他原始旧的照片哈。那最后一个是自暴自弃的心，因为这个会形成反社会的行为。是足以毁灭人生的，这几种，我期待你在神面前，如果有这样的意念，或是有这样的软弱，你就求神说：神啊，靠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圣灵求你帮助我，除去这种负面的心。最后我们要一起学习说，那我们就是要把属灵的思想、属神的思想来移植到我们身上。我们听到很多非基督徒在做测试，说：你不信主。但是你圣经里面读的，你最喜欢的
你觉得能接受的部分，很多人都说是箴言了，因为箴言的一些处世格言哦，对一般人不信主的人也是很有帮助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帮助没有真正有力量，是因为你要连结于耶和华圣灵的力量。这些属世的格言会成为属灵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就记住了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跟知识，它的根本在于敬畏耶和华。世界上的知识多到不得了，读不完了，对不对？学不完，但是没有圣灵工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这些只是一个知识。有人很多很会讲，但一生潦倒，因为他根本没有一个，好像一个驾驭系统，一个运作系统，让他把那个思想、那个想、那个很好的观念来发挥出来。所以，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术语叫做移植跟嫁接了。基督徒要透过圣经所启示的话语移植到心里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使肉体的有时候会忘记，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力量，所以要常常一直求上帝的带领。就像我们圣经刚刚我们读的一句话，说你要大大张口，是我们向神祈求，因为我们有需要嘛。那你要大大的祈求，要开口，然后神就要给我们大大的充满。所以移植跟嫁接，我们如果跟做盆栽或是种水果的人比较了解。第一堂礼拜，牧师有提到说，我们这个教堂旧的那一个教堂啊，旁边有一棵那个什么，叫做洛梨哈，长的树叶蛮大蛮茂盛，但就是不结果子了。谢牧师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是不是种在都市里面不长啊？就请教他大哥，他大哥说你今年先把那个枝叶砍掉，让它明年重新长出来就会生了。那我们会长长老也跟我讲说，我有参与在里面的，因为他听说他拿了一支很粗的钉子把它钉到这个洛梨的树里面，反正就是从隔年开始就开始长出枝叶之后，开始结果了。那就很奇妙，所以我们把它当成说，这个概念就是移植跟嫁接，好像把这个会结果子的那个长得很好的、卖相很好的、有甜度的这个水果树的一个枝子，把它剪开，嫁接到这个原先那个味道或是口味或是那个甜度不够的这个树，它就会长出很奇妙一个新的好吃的水果。我们台湾人这个技术最厉害了，而且这个技术常被人家偷去了，到中国啦，到东南亚去重新种重新种，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嫁接的技术，把不好的改成好的就对了啦这个是我们这些图像，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都是嫁接产生新的枝芽，那新的枝芽就会长出跟原来这个好的水果一样的一个树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没有别人厉害，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性，刚刚讲我们的5、6种都是但是我们要勇敢的跟神祷告说，神我们要锯断自我的想法，而且嫁接上帝的新的想法，一个健康的想法。嫁接过程虽然会有痛苦，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我来慢慢调整之后，我跟神的儿女是相称的，你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干扰、困难就会消除了，然后神迹奇事就会在你生活的周遭慢慢的发生。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最后一个，我们为什么说天堂在我心？耶稣很清楚的给我们这样宣告。换句话说，这个第4的空间，神的思想在天上，上帝国在天上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这句话。我们把黑色的部分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人也不能说看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所以呢，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基督徒没有比人家强厉害，长得高、长得帅，没有，他是有神的思想，
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不一样的。就像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耶稣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糟糕，怎么重生啊？我又不能回到妈妈肚子里面。耶稣告诉他说：重生是圣灵进到你内心，改造你的思想，改造你这个软体，让你这个软体从神重新得力。基督徒，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重要的基督徒重要的概念，时刻记住在心。你就用这个原则去追寻、去探讨、去大大张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下个礼拜要把这个部分再把它完整。我们要祷告之后，准备要迎接我们来守圣餐。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一起来请小会员的预备。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跟福气，让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的求神将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道路实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确实会被这个属世的世界所干扰、所影响，甚至所破坏。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领受这个祝福。当我们有属神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上帝国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得到这样恩典跟祝福，得着能力，得着跟神走在一个生命永生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要来唱这一首圣餐的诗歌《宝贵十架》，我们一起唱。